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行政院的周边，也就是忠孝西路地下道东往西这个方向，半暝4点外，有2台车可能是咧驾车转来并车，有一个驾驶送病院抢救，救无转来往生路。警方赶到现场，有2个啉酒啉到规身躯臭酒味的乘客，突然间来攻击着警察。到参来采访的记者嘛，共拍惨落。警方看对方无受控制，先对空中来大请来警告，无效，不得不只好上准其中一个男子的大腿开枪甲制服。总共有7个人，全部互带转去问笔录。乌衫人伫警察面头前杀来采访的记者。干什么东西啊你？这群人火气真大，嘛有车祸现场真混乱。伫另外一边的救护人员咧拍拼替伤者做 CPR。这件车祸发生伫今仔日透早4点20分左右，地点伫行政院边啊，台北市忠孝西路地下道东边往西边的方向。监视器翕到当时3台车敢若是咧竞速，第一台向减速，后壁迄台未互动，弄起哩变过。这个时阵，警方都顺路经过水路车，要求嫌犯配合调查，不过嫌犯规身躯臭酒味，无配合，阁想要拍远景。趴下！警方先对天顶开枪无效，不得已才对嫌犯的脚开枪，嫌犯才倒落涂骹，远景嘛伫伊的身躯顶敲着一支刀啊！攻击嫌犯的李贤身上，我们查获了一把的折叠刀。这把折叠刀如果拿来攻击警察，我想警察还是会受到伤害。总共逮捕了6位男生、1位女生，7名嫌犯全数到案。目前所有相关的涉案人拢互警方抓起来，其中阁有帮派分子。这件车祸上尾也阁造成一位无辜的驾驶送病院不治。即马警方嘛要调查清楚规件车祸发生的原因。